我相信很多人能幫我見證這個事情，因為很多人經過見到我。我在哪裡具體？我在珠海，我在香洲。今日有冇影靚相？冇影相啊，坐低就開播啦。女人太高黑就像馬克，乜嘢叫馬克啊？馬克西姆，廣東賓斗人，邊度人？珠海人。多謝太古嘅人氣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林妍 Yanny 啊，歡迎大家喺晏晝嚟到我嘅直播間啊！主播無美顏無濾鏡無聲卡，歡迎大家左上角點下關注，點下小黃心啊！上翻個燈牌支持下主播好冇啊 ？Thank you， 多謝。已經唔到3公里，咁你要唔要坐低嚟飲翻杯咖啡先？珠海嘅特色係乜嘢啊？係桂山蜆啦，海鮮、松殼蟹。不過依家休漁期。主播好正啊！咁你有冇點翻個關注？有冇上翻個燈牌俾主播先？支持下主播嘛！珠海特色嘅天與地，比較靚嘅 shopping mall 啊！你覺得華發商都靚唔靚啊？雖然我自己唔中意行。係啊，準備落大雨啊，所以我今日冇去海邊。呢邊有瓦遮頭。澳門湖仔奶茶我比較少飲。哇！多謝你啊，高橋涼晒。夠不到我耳朵，不是夠不到，是夠不着。好中意我，唔係好中意。雙刀同富華里，我覺得都有少少悶咯。唔知啊，我唔係唔行商場嘅。你如果問我行邊，行陽明，去吉之島。係啊，好耐冇嚟啦。高橋涼晒，同埋我呢段時間比較忙，我都冇成日直播，都唔係冇其他嘅嘢嘅。我自己中意去陽明廣場。VI 如果想聽歲月如歌嘅話咧，可以上翻個波波俾我喎。點解我普通話可以咁好啊？因為努力訓練咯，努力練咯。聽起來真費勁。你說我嗎？沒有字幕。我都覺得啦，商場都係差唔多。我在珠海準備比賽落場，喺肇慶定係喺珠海啊？最近佛山做教人批字喎，定係你要去佛山練車啊？主播係珠海人。請問皮膚黃怎麼辦？咪由得佢黃咯，我覺得只要膚色均勻就得㗎啦，唔好一笪黃一笪灰就 OK 啦。廣東話唔係廣普話。邊度練啊？因為我大學係學播音主持嘅。咁就每日起身練咯，6點零鐘起身練聲。哦，真係㗎！你阿姨走咗去做粵語培訓老師，喺邊度教？哦，寧夏嘅朋友都能聽得懂，那得給你一個讚讚。哦，跑車模擬器唔係真跑車，係咪嗰啲好似玩遊戲咁樣？當然可以關注我啊！主播唱首歌先啊！主播有1萬個讚先會唱啊！大家可唔可以點咗關注上咗燈牌先？廣東人好多講英文，我聽講話好似淨係得廣東先有英語口語考試喎，高考。多謝小寶貝嘅燈牌。呢間咖啡係邊地圖都搜唔到，呢度叫 Up is Up，UP Up，IS is。多謝親美嘅燈牌。珠海人講咩話？講珠海話。香洲嘅朋友就係講珠海香洲口音嘅白話啦。關注需要咩條件啊？左上角撳一撳就得㗎啦。咩叫廣普話？你是不是這個叫什麼？川個闖廣東？你是不是是不是不知道什麼叫做廣普？我覺得你唔知。哦，原來你太太是香港人。多謝細孔酒青嘅燈牌。珠海人啊！係啊，斗門話同新會話係一樣嘅，即係都係5入口音咁樣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林妍 Yanny 啊，歡迎大家喺晏晝嚟到我嘅直播間啊！主播無美顏無濾鏡無聲卡，歡迎大家左上角點下關注，點下小黃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妍 Yanny，歡迎大家在下午來到我的直播間。主播無美顏無濾鏡無聲卡，歡迎大家左上角點點關注，點點小黃心。隔離嗰條友咧，究竟切不鏽鋼切到幾時？點解可以嘈到咁？咩九木林？
聽起來非常像。我有普通話衣架，我應該沒有廣府口音吧？係啊，我喺咖啡店啊。謝謝小爺，你覺得我是明星？暫時還不是，誠以貴言，希望快點成為明星。天涯，如果你要我講呢句説話嘅話咧，唔該課金啊！唔好見到任何一個講廣東話嘅主播就嗌人講呢句急口令啦，好唔好啊？過去揍他們！